伫高雄大树含基山各界山头传出，互人乌白为乌白乱炖废弃物的代志，但有2公顷的面积已经乌甲光溜溜啊！这市政府表示讲，这是旧案件，进前业者就捌互人罚钱，要送去法院。今年6月，佫才发现讲有囤废土，要开罚单，送地检署侦办，限期要求地主爱甲这土地开复原貌。 大树甲基山交界这片山崖4颗连灯拢是青翠的树啊，规粒山头就敢若迄搭所在路甲光光，顶悬已经封囤一大堆的土方，有诶那像是土角、砖仔角，有诶乌噜噜，根本看袂出来是啥。民众讲，这搭土地顶几年有人偷倒废弃物，已经互法院判刑，土地嘛讲封起来啊。不过这阵啊，煞阁看到沙石车出入入，有听人讲顶悬的废土已经囤真悬。沙石车顶悬拢在啥？我还在那乌网啊看咧，啊公公在头啊。 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污染到地下水啊，或者有没有不滑啊？这些东西会不会危害到地方啊？红头倒废弃物的地大约2公顷宽，干那一条出入的道路所在才压贴。民众讲可能是有听到风声，这几天已经无快车入口嘛扎起来禁止出入。市府表示这是旧案，水利局伫108年甲109年已经罚过2摆，1摆10万块，而且要送检调侦办，要求业者爱甲土地恢复原貌。 今年6月发现情形无改善，而且佫继续囤，除了裁罚地主限期改善以外，也移送检调侦办。环保局于109年5月配合侨检指挥查获，侨检于111年8月侦结起诉，行为人于112年12月完成污泥废弃物的清理。6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去办联合稽查的时候，那发现说还是有一些部分没有改善，还有堆积的情形。那这个部分也。 并移送检调来做处理。市府强调，针对不法绝对会严办。不过，居民认为，讲有咧办有咧查，为什么共一块地会一直互偷倒废土？到底是罚物件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因真正唔知。记者柯亚如、柯昭阳、高永昌报道。